Hello，大家好，我係 Elsa。咁今日咧想同大家繼續跟進翻呢個嘅 Solstice Project。最近咧呢個嘅 DeFi 咧就炸出咗一粒新星啦。Solana 上面咧就迎嚟咗號稱第5個嘅穩定幣，叫做 USS， 就由呢個 Solstice Labs 發行嘅。唔係講笑，佢哋已經有超過1.8億美金嘅 TVL。不特止啊，佢哋仲聲稱就話要做自己一個嘅每個人可以玩得起嘅一個嘅機構級安全嘅收益平台。咁究竟呢個 concept 有冇料到？咁呢條片咧就同大家去講講啦。咁 USS 係乜嘢嚟嘅呢？咁簡單啲嚟講啊，佢就係一隻完全有資產支持嘅穩定幣，由呢個嘅美金穩定幣，例如 USDC、USDT 去做一個抵押嘅。咁咧價值咧就穩定喺呢個嘅1美金。唔同其他嘅合成代幣 ，USS 喺呢個嘅 Solana 上面運行，交易速度快 ，gas fee 平，可組合性高，而且佢嘅玩法唔止係賣穩定，而係連接埋佢哋自己嘅 yield float 一個免授權 permissionless 嘅收益保險櫃。咁簡單啲嚟講，你拎錢擺落去就會自動幫你去跑一個嘅叫做對沖策略，唔使你去 trade，唔怕波動。佢嘅策略已經喺呢個傳統 market 嗰度跑咗3年，私有資金喺過去12年年化收益達到15%。最緊要就係冇回測，全部都係真實嘅真本實戰。咁如果想攞呢個嘅早鳥福利，點樣做？有以下幾個步驟嘅。咁首先咧，第一樣嘢咧就係用呢個 email 註冊啦。第二咧就係綁定你嘅 Solana 錢包啦，同埋呢個嘅 base 鏈嘅。大約用呢個嘅1U 啦到2U 嘅 ETH gas fee 去開呢個嘅徽章。咁咧第3步咧就係跟住去呢個右上角任務嗰度去綁定呢個嘅社交帳號，例如呢個嘅 Twitter 啦、Discord 啦，完成各種嘅社交任務。第4樣嘢咧就係每日去打卡啦。呢個嘅黃色手掌，呢個咧超多人唔知道啦，錯過咗當期嘅獎勵。第5樣嘢咧就係學部方會定期會添加呢個新任務啦，要勤力咁樣去打卡，越早參與咧，之後分配嘅 SLS 代幣咧、治理代幣咧就會越多。喺度想俾大家一個 tips 嘅，就係想攞多啲嘅份額咧，就可以準備多個嘅帳號啦。但係咧記得要安全第一啦，要小額咁樣去試。後續咧亦都會開放呢個嘅質押同埋一個空球嘅用戶嘅互動咧，亦都會影響呢個嘅最終獎勵嘅比例嘅。USS 就結合咗呢個嘅穩定幣機構策略收益，喺呢個今年 Solana 生態入面係最受關注嘅一個新嘅方向。有人就會話啦，佢可能會成為繼呢個 USDC 之後嘅明星，甚至乎會挑戰 ENA 嘅地位。咁講真啊，市場會唔會埋單，仲要睇幾樣嘢嘅。第一樣嘢就係呢個透明度啦，同埋收益嘅可持續性，同埋社區嘅活躍度。咁不過咧，現階段咧，你只需要做一樣嘢，就係睇實呢個 Solstice Project， 唔好錯過 USS 同埋 SLS 系列嘅空投。如果你對我條片有興趣，或者想了解更加多嘅新嘅 project 嘅話咧，記得 CLS comment like share 同埋 subscribe 嘅。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